創世記第43章，那天的饑荒甚大，天意借他們從埃及帶來的糧食切盡了。他們的父親對他們說：你們再去給我地下糧來。猶大對他說：那人盡盡的告誡我們說：你們的兄弟若不與我們同來，你們就不得見我的面。第4節，你若打發我們的兄弟與我們同去，我們就下去給你地糧。第5節，你若不打發他去，我們就不下去。因為那人對我們說：你們的兄弟若不與你們同來，你們就不得見我的面。第6節，以色列人說：你們為什麼這樣害我？告訴那人，你們還有兄弟呢？第7節，他們回答說：那人向西門當我們和我們的親屬說：你們的父親還在嗎？你們還有兄弟嗎？我們就按照他所問的告訴他。人人知道他要說，必是把你們的兄弟帶下來。第8節，猶大要對他父親以色列說：你打發同志與我同去，我們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們和你並我們的婦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於死。第9節，我為他作保，你可以從我手中追討。我若不帶他回來，交在你面前，我全因用人擔罪。第10節，我們若沒有耽擱，如今天一次都回來了。11節，他們的父親以色列說：若必是如此，你們就當這樣行，可以將這次土產中最好的嫩香、蜂蜜、香料、沒藥、榧子、杏仁，都切一條小菜絲之裏，帶下去送給那人做禮物。12節，要有少年加披的大園子，並將歸還在你們口袋裏的園子，現帶在手裏，那罰就係錯了。第13節，也帶出你們的兄弟起先去見那人。14節，但願全能的上帝使你們在那人面前蒙憐恤，釋放你們的那弟兄和便雅憫回來。我若生了兒子，就生了吧。15節，於是他們拿着那禮物，要少年加披帶的園子，並且帶着便雅憫起先到埃及，站在約瑟的面前。16節，約瑟見便雅憫和他們同來，就對家宰說：將這些人領到墓裏，要宰殺牲畜，以備人食，因為上午這些人同我食飯。第17節，家宰就遵着約瑟的命去行，讓他們進約瑟的墓裏。18節，他們因為被領到約瑟的墓裏，就害怕，說：讓我們到這裏來，必係因為頭次歸還在我們口袋裏的園子，就我們的錯封，下笑害我們，強斥我們為奴僕，搶奪我們的驢。19節，他們就哀勸約瑟的家宰，在墓門口和他說話。20節，說：我主啊，我們頭次下來是在地糧。22節，後來到了初熟的地方，我們打開口袋，不料各人的園子分量足數，現在各人的口袋裏，現在我們手裏要帶回來了。22節，另外要帶下園子來地糧，不知道先前把園子放在我們的口袋裏。23節，家宰說：你們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係你們的上帝和你們父親的上帝賜給你們財產，在你們的口袋裏。你們的園子我早已收了。他就把示面帶出來交給他們。24節，家宰就領他們進約瑟的墓裏，給他們水洗腳，又給他們搓了會爐。25節，他們就一邊拿禮物等候約瑟上午來，因為他們聽見要在那裏食飯。26節，約瑟來到家裏，他們就把手中的禮物拿進墓去給他，要匍匐在他
ใช้ที่ช่องทาหาไป27ยอสิทมุนทามนเฮายูมุนทานิมุนที่ผู้ชินชิวซีนิมุนซอสตินาโลยินกาผินอ่อนหมอถ้าผ่านใช้หมอ28ถ้ามุนฟีตับสดนี่ผู้ยินงอหมุนที่ผู้ชินผินอ่อนถ้าผ่านใช้ยี่สิถ้ามุนตีหาไป27ยอสิทกีมุคอนแกนถ้าถุงมูที่สูงที่เพียนหงามุนชิวสดนี่มุนช่องงอซอสดนาตินเซลที่สูงที่ชิวซีเจบุยหมอยิวสดเซลเยียยันสองที่ซีเอ็นกิบนี่37ยอสิทอ้อยที่จีฉินทุ่งฟัดทุ่งชิวกิมองชิมเจ้าข้อคุกที่จีที่จีหยิบชี้คิดบุรีคุกเดียวจิตช่อง37ถ้าสีเดียวเลี้ยนช่วยเมียนกยองยุนสู้พุนผู้หญินไปฟัน37ถ้าหมุนชิบุยยอเสร็จตันไปเดียวจิตสิทธิ์วินาชาหญินยึดไปเดียวจิตสิทธิ์อย่าบุยยอสิทธิ์ถุงชิดฟันที่ไอขีบหญินล้างไปจิตสิทธิ์ยิ่งมีไอขีบหญินเพื่อพอยิ่งปะลอยหญินยี่ถุงสิทธิ์ฟันนาหยันสิไอขีบหญินโซยันบุติ33ยอสิทธิ์是中体上在他面前拜列朝事，都按照重要的启示，中體上就彼此差異。34節，若是把他們面前的事物搬出來，想給他們單片他們所得的比別人多5倍，他們就驗照和熱若是一同忍落。